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专访节目中呢，就特别的邀请到了台湾国立大学3年级的郭静同学，与我们讲述近期他到著名旅游景点西藏迪庆州解塘及香格里拉县后，对当地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看法。首先请你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做郭静，那我现在是就读台湾大学3年级，我现在念的是医学。那我平常就是喜欢到处去玩嘛，所以就是还蛮常去旅游的。那就是今年寒假的时候，就是想说，就是比较对藏族的文化比较有兴趣，所以就先后去了云南的香格里拉，然后再过来是印度达兰萨拉这边。那么郭靖呢？也就是说你前不久去了西藏，香格里拉县对吧？对对对。那对那边发生的火灾，你有一些这方面的了解吗？对，就是那个火灾发生的过了1-2天，我们就刚好抵达那边，所以其实到现场都还看到，就是火灾之后，就是房屋被烧毁，然后现场是一片狼藉的那个状态。就是当时就是看到藏民还有那个经营的那些餐馆人其实很难过，然后还有一些军方的人，中国政府的军方有进去帮忙收拾残局的时候，我们就刚好在那里。那边据我们了解是可能有2/3都被烧毁，就是古城最精华的、最传统的房屋都被烧毁，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可是就有可能就是不幸中的大万幸嘛，就是那个中间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寺庙是完好的，没有被烧到，所以后来就是到那边都还可以看到那个寺庙。那么我们都知道呢，香格里拉不仅有1300多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它呢那边还有很多的藏族文化及人文风情，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旅游景点。那么你去过香格里拉后，你对那边的看法也是如何的？你觉得香格里拉那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透过朋友联络，就是我们是住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村子里面，那个村子它叫做下浪社，就在普达措国家公园旁边而已，所以就是那边整个村子也就100多户，然后大家都过得很传统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跟着藏人一起过，然后就是体会很多，就是像跟他们一起每个晚上烤火啊，喝酥油茶，喝青稞酒，这样就是然后。因为当地有学生有在办假期支教，所以我们也顺便就是跟那些当地的小朋友有很多的互动，然后也就是跟他们教导了一些东西，然后也顺便等有点文化交流的感觉，跟他们讲一下，台湾是怎么样，台湾在哪里这样。对，那我觉得那边的藏民就是很淳朴、很单纯，这样就好像平常也比较多是做农务的这样。对。那我觉得你对西藏的历史文化是很感兴趣的啊。那么你可不可以那么据你的了解，谈一下在你的心目中，你认为真实的西藏是一个怎样的呢？真实的西藏，比如说你认为是不是跟中国官方那边一直宣传的一样，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然后人民的生活幸福的那种一个景象呢？我觉得经济的方面好像不是西藏本身它所注重的东西，它给我感觉是它真正传统的比较珍贵的部分，其实是他们藏民他们自己的传统，还有他们的传统生活，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一些比较尊重比较大自然这种价值观，这些是还有就是他们在如何跟雪域里面的可能万物啊众生和平相处的这种态度，其实是西藏让我比较吸引我的地方，也可能它可能经济没有像外界可能宣传的这么好，可是其实它里面的人的内心其实是富足的，这个部分是我觉得的西藏。那我们都知道从2009年开始西藏境内就已经发生了125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那么面对这么多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中共当局呢就一再的在国际社会上宣称，这些自焚事件是由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所造成的。那你认为北京当局方面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才会使境内的这种自焚事件有所变化，或者说会让停止自焚的延续呢？我自己看到那些自焚事件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过。就是我觉得一个这么和善的民族要被逼上这种就是用上这种方法来做抗议，其实是
就是背后一定有它的苦楚跟困难在。那我觉得一个政府如果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最根本还是要去倾听，就是人民的想法是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东西，然后试着去找出一个让就是上层跟下层的民众都可以和平共处的一个方式，才有办法解决。那以你自己的看法来，就以你呢对长期在经过这次的旅游，或是跟西藏朋友在那边相处或了解，那你觉得中共政府就一再的说这个自焚呢是违背了这个藏传佛教的宗教的教义？那么你觉得这个自焚事件，以你的了解去观察，你觉得这样的说法对吗？自焚我对藏传佛教比较没有那么多研究啦，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违背他的教义，但是你觉得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但我我不知道自焚这件事情有没有违背他们的教义，但是他们自焚背后的原因，他们所诉求的一些权利，其实是他们藏民曾经拥有也应该被赋予的一些东西。那再问一个，那你觉得国际社会应该对这个自焚事件保持一个怎样的态度？我觉得首先是要去重视这件事情嘛，因为自焚事件很多时候在媒体上面是没有曝光的。那如果国际社会愿意在这个方面，就是让他得到应有的注意与关注的话，那应该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相对来讲。接下来就是想问在台湾那边，我们的藏族同胞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经过你这次去西藏香格里拉乡与当地的藏人民众进行交流互动后，你觉得那边的藏人同胞跟在台湾和印度的藏人相比，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你觉得都有哪些方面的不同之处呢？我觉得在台湾的藏人，我遇过的不多，但是好像他们会在台湾的话，就是他们是政治性比较强烈的一些藏人，就是他们会要求自己的权利这样子。那我到香格里拉就是看到的藏人其实是，他们对政治的这一块，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就是怎么讲很积极的作为，或者是想了解，所以他们其实比我在台湾的藏人比起来的话，可能是更淳朴一些，然后更传统一些吧。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想问，在你未来的旅程中，你还有计划要去西藏吗？有没有计划要去西藏呢？在未来的旅程当中？我一直其实都很想要去西藏，就是因为这次只到了云南，没有到西藏。那我自己是很想要到那种传统的西藏，真的比较未受汉化或者是未受全球化影响的一些传统的地方去看一看的。那可能就是要等到就是台湾比较方便到大陆去西藏去旅游的时候再过去。那么到时候你希望你对西藏的哪些方面能够掌握的更具体一些呢？是有关人文风景，还是悠久历史，或者说是有关文化传统等方面呢？下来我觉得我最缺乏的知识就是关于藏传佛教的东西，因为毕竟他们的那个宗教信仰是博大精深的，他们有很多背后比较深刻的精神在后面。那其实而且他们的信仰又跟生活是合在一起的。那我觉得如果你要了解藏民，你要先要了解他们的藏传佛教，那我可能在这方面要多做功夫。是的，那就可以了，谢谢。